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叱咤903嘅瑪麗。今次咧好高興可以參加到 EGL 東瀛遊帶你瀛遊無界限呢個活動嚟到慶祝佢哋28週年嘅28歲啦。去旅行揀嘅地方咧可以有更加多。咁我今次設計呢一個嘅 Cool Boy 咧嘅理念咧就係我留意到。其實有好多香港人去旅行嘅時候咧，執行李咧係入邊一定有條牛仔褲嘅，或者係上飛機嘅裝束咧，一定係會着牛仔褲嘅。咁牛仔褲當然係舒服啦，亦都係平日日着啦，覺得真係好有安全感帶埋去旅行啦。另一方面咧，佢亦都係有韌力嘅代表，所以希望大家咧喺去旅行嘅時候，除咗吃喝玩樂之外咧，亦都要好有韌力咁樣咧，去開發多啲唔同嘅地方，去探索多啲嘅。咁所以我今次呢個設計咧就用牛仔布去做拼貼啦。另外咧見到佢咧，耳仔同埋眼睛上面都貼咗好多花花，因為呢個花花世界咧係需要大家去張開你嘅眼睛啦，同埋用你嘅耳朵去留心去感受一下，咁你就會享受到旅遊嘅樂趣啦。咁咧見到我整得咁開心咧，你都可以參加㗎，因為咧嚟緊有一個叫做型仔創意造型設計比賽，咁啊大人小朋友都可以一齊參加，咁你都可以發揮你嘅創意嘅。喺呢度咧，我亦都衷心祝賀 EGL 東瀛遊開心出發，願你瀛遊28，大家咧都可以同佢一齊出發去一個開心嘅旅行。